主后2023年9月1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勇敢直视生命甲伊带来的一切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传道书第6章第8节到12节。智慧人比愚戆的人减有较敖，善车人知安怎做人，减有路用。目睭看到的比心想的较好，这嘛是功夫，嘛是掠风。已经有的早就号名，人是甚物，嘛早就知，无人会当甲比伊较强的对抗。话济功夫就哪济，对人有甚物利益？人一生辅导光阴，亲像影过去。啥人会知人活地的时，甚物上好？啥人会当甲伊讲，伊死后伫日光的下面会发生甚物代志？勇敢直视生命甲伊带来的一切。阮老爸捌讲过一个神秘的人生感触，所以写一篇死的操练。文章刊载伫1996年嘉义西门教会的周报。我最近有安尼的经验，常常接到教会国内的命令，拄在烦恼要搬去住倒位，也拄好三节的新妇带查某囝来东京佚佗，讲话是无一间讲起长久，住踮我瑞阳路老家的厝。月生仔要新厝拄才搬出去，这三件意想袂到的代志，常是发生伫这个时阵。以前的我检采会掠做是偶然插入坎，当我敏锐地领悟，瑞阳路老家是阮阿姐家后过身的所在。当我要搬转来遮，也要为着行往永生做准备。阮老爸会有安尼的感触，甲伊一生担任银行员，临退休前争取到外派日本东京开拓分行的机会有关。亲像伊转来台湾进前写落来的心境。伫得要去东京以前，1995年也捌写一篇再见的文章，伫周报分享告别的心境。我要深深感谢伫人生晚年有较长期住踮国外的机会，通好互我提早料理后事，准备死亡，随时迎接永生的来到。安尼生命的际遇和传道书表达的人生观，已经有的早就号名，人是甚物嘛早就知，哪像相互呼应。这个早就号名命定，毋是指命中注定的人生观，是指伫时间内已经发生袂当改变的遭遇。伫所谓号名受赋予意义甲本质的人生，咱应该用安怎的态度受邀？透过詮释以往来做此时此刻的决定，向前迈进。基督信仰认为，每一件代志的发生，拢有上帝的旨意，因为安尼对抗争执也是蔑视逃避，拢袂带来生命的应有。上帝互某一个代志发生，拢是一摆人生的邀约，互人伫亲像影飞逝的人生瞬间得到机会，通勇敢冒险去探找，甚物对我是有意义的事。阮老爸人生感触的见证是：我老却袂祈求安稳，把契机愿意前往日本生活的人生梦。
伊甲即个梦想的实现，看做是迈向永生的有备，总是真可惜。无甲2年，伫伊派任的任期未届满以前，1996年一个莫名因素接到一纸仓促的返国派令，必须伊对梦境惊醒。总是这看来互伊空虚的结局，却互伊意识到上主另外一个新的邀请。伊对有备搁较靠近永生，也是触及过去伊人生中迄捌号名命定确定的几件代志，忽然上时阵一盏一盏对伊压迫堆贴的生命档案中，上时涌现，互伊意识到上主拄在对伊的未来讲话。我的老爸因为安尼，开始为着正视死亡操练自我，期待迈向永生。1997年9月20日，伫一次的小会议中，伊因为心脏病发作，妄自温调，迈入永生。伫人生的旅程中，我愿意伫转折处勇敢面对生命，以及生命所带来的一切无。伫人生的旅程中，我愿意伫转折处勇敢面对生命，以及生命所带来的一切无。